再来，各位同学来了。老师二，第二再来一遍，各位同学来了。老师二，来，这个摆跟第五摆一样啊。来，咱今仔这个部分是咱定会后半段，所以咱学习一下哈。咱定会讲地球外部的作用，就是咱甲咱表现外部。啊，内部的作用就是甲迄关山是公路无变。了啦，咱地球顶悬，咱像咱上悬的山叫啥？无啦，地球啦，地球全世界，起码啦，咱的圣母峰嘛吼，伊8000几嘛吼，等于8公里外。我无记哦，你今仔人变做一个巨人吼，爱让甲地球，像迄地球一样尼撒入去。啊，你撒入去，你去摸着圣母峰，你敢会有插着？你摸着圣母峰，你敢会插着有够疼？对吼，圣母峰8公里嘛，地球的半径，地球的半径6400公里。所以你若去摸着圣母峰，你感觉有点粗糙而已啊，你袂感觉讲啊，伊要讲起来，你只会觉得有点粗糙而已。因为8公里对地球表面来说，整个地球6400公里的半径，那真的是很小的比例。所以对咱来讲，我迄线报反的都太短。好咧，因为讲着外口的力量吼，来四种。对里面4种外引力分别是什么？单离为讲几种啊？就是流水，还有啥？吹风，风啊，还有啥？冰河，冰川，来上尾一个啥？地震寒怪。外引力，对，那外部的海啊，海运、海浪，这四种啊，地铁、河流、风、冰川、海浪，咱今仔要讲后边3种，造成4种的作用，是这4种，这4种咱讲过啊。是啥物？就变。我讲的有3种是连续，一种较特别的。迄种特别伫咧原地用迄大叶石头去放开，变做细叶，变做沙，变做土的迄种力量是叫啥？叫做孙悟空。孙悟空。风化，风化作用风化。啊，所以呢3种连续叫啥？听信华文理解亲子翻译成绩，咱人考来的亲子，考来物件搬走袂翻译，搬袂当，去行时阵我甲提落，这叫听解。所以这4种力量，这特别歹记啦造成另外这咱后期会讲，这种小感嘛对外的力量的影响，这咱定会讲过，这种咱定会讲的就这4种。这种定会部分，咱这物理的方法甲化学的方法，物理方法跟化学方法，化学就是变强化。这轻新华文理解，定为讲河流的作用，顶有轻，所以轻质的力量较小，所以轻质是做轻的山坡，就变做这 V 型。V 型就会像讲用刀仔去甲切落，一直切，刮变做一个 V 型。
倾斜落来的，因为伊伫山顶拢也靠落来，啊，山顶安尼连落来，伫个山骹有变做一个巨大力，以后会换顶动，啊，若换顶动到中游的时阵，伊就变做圆滚滚的鹅卵石。到人会记鹅卵石的台语要讲。鹅卵石。骄傲赛。然后有个讲过，讲过几个来看。鹅卵石要石狗卵石高人啊吼，我讲我要插看卖，较袂差的，啥哪叫石高人吼？因为石高袂死了。好，所以伊这石高人鹅卵石，下摆会有时吼，伊较快，伊个速度变慢。变慢伊个直接较油的物件细沙就形成起来，所以咱下游拢做做迄种三角洲冲击平原，即个物件拢会发展出伫个农业社会内底拢会发展出一个人口密集的所在。OK， 讲你看咱尼泊尔三角洲、恒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个所在拢是迄足贵的。土地啦，会当种的啦，你个山顶迄大石头，你有海种物件，但是你伫下游出海口的所在，你有即个物件会当种植，吼，你有种植迄个，伫个农业社会，你个较容易，吼，产生人口密集的所在。好啦，今仔为了开始哦，冰川风甲海涌的作用，来冰川。冰川甲河流无共的所在是，冰甲是冰的嘛，对无？冰的刮起来力量一定安怎？较强对无？所以河流是一直流，那河安尼切落。冰甲毋是，冰甲是规竿甲怎刷，所以伊是甲即个河沟规个安尼抠过，所以规个抠过怎变做较圆。所以伊形成这种叫做流形，甲河流安尼几个较切落这种微型无共。啊，我讲这个伊个花纹甲沉积的物件，伊有一种特色，就是讲伊当时冰川当时会甲伊的冰结物下落来。伊当时甲下落，游离的时阵啊，冰川融化的地方，伊毋是讲，本只因家咧耍位的时阵，迄石头拢互伊载来走，啊载咧走了，当伊温度到0度以上游去啊，所以伊载咧走的物件拢冰落来。咱咧冰结物吼，有一种名词叫做陶旋度，陶旋度是啥意思？你看咱甲多人讲的河流哦，河流沉积物，你看上游是巨大砾石，中游是中颗的鹅卵石，下游是细沙，因为一条河解大细粒分出来，这种叫做陶旋度。河流就有基本的陶旋度，冰川有冇陶旋度？无啦，伊下来是伊大细粒做伙甲下来，所以伊的陶旋度最差。4种力量里面，陶旋度最好的是什么？你知道？来啊，风化。你不要讲风化，风就陶。好，风的搬运沉积，你看风咧吹过吼，迄个大了的一个吹袂行，较细了的一个变长的，油的风飞刷就吹到都长的，所以。风是陶旋度最好的力量，冰川是陶旋度最差的力量。所以你看咱台湾的雪山山脉，你若去爬玉山，你就会看到这种玉山山脉、雪山山脉，拢有种冰川的遗迹吼。代表咱台湾咱经过冰河时期。好啊，风的沉积物，沙丘那沙漠的，好像沙漠一样。你有没有去恒春那玩过飙沙？
我上次看到还蛮刺激的，那有吉普车哦，在第一个人听起为那40公度，会回家，哦，保险要保多一点，会回家，他就这样开，然后上下。而这是风的那个侵蚀，叫风磨蚀。这个呀，第二我今仔出现题目讲，风把石头磨得有棱有角，请问是什么？我敢说100以上给你写风化作用，这叫风的侵蚀作用。啊，因为算侵蚀作用嘛，风当然风化作用。风化作用的力量没有风，我上次讲过，只有空气会动的都不叫风化，风化是原地分解，原地拢安尼处理，安尼才叫风化作用，这种是停止。伊个角度安尼吹过，当然袂无共有季风吼，无共季节吼，一个季节吹，一个季节吹足侪当了后，伊就变成个风向的，无两个风向就对了。你那个风磨蚀啊，是叫风凝蚀咯。好，再开印，开印的直接作用就你会当看到伫阳花、沿岸这种地形，还是临海，黑哦，热水金鱼动作有名，那个海狗，伊中央拍一空啊，看起来那只金鱼的来压狗，大家有。金鱼啊，大只迄种哦，是小只那个金色那个金鱼，大只的，细只迄叫金鱼啊，大只叫啥？二姐，海啊，大只的背部跟喷水迄种，座头鲸迄种，迄叫海昂。迄叫海洋细只的尾巴很大，金色的还有金眼睛，另外金鱼两个都金鱼，所以这叫海洋。海豚呢？海豚，海鸡。咱家看起来，安尼肥肥的吼，那海也低的，所以海豚叫海豚，金鱼叫海昂，讲叫海豚抓水。来，这叫海的平接作用，形成沙滩甲沙洲，这个有啥语文讲？沙滩甲沙洲差别是对。沿岸边呢叫沙滩，出海的叫沙洲，所以沙洲人拢爱坐船啊。当然，为沙洲有一个部分和陆地相连，你会当行过，伊就爱安尼平行伫外海，迄个沙洲啦，所以爱完全脱离。但是至少伊是怎靠伫咧海岸边的，靠伫岸边的叫沙滩。不管沙滩啊、沙洲，这拢是海里的平接分吼。咱来讲，咱咧细种的内容讲来个是地貌变动。地貌变动就是咱台湾力量吼，有伊平衡无吼。你若拄着轻息作用，比这提升的作用，提升作用呢是较紧，这山地。长高，变宽。尼啊，倒变宽，经济作用比迄个地波在抬升的作用，较强，这山就变矮。咱台湾的中央山脉是长高还变慢？咱在长高中，因为咱的板块运动很剧烈，然后咱差不多就地打着。迄个伊个板块是啊，咱上悬的比赛偌悬，应该讲3996啦，会当讲4000，行啦。
咱人甲宾馆啊曲解鱼肉认为同向系统，且把倒热时间，这个人为增高法。别人感觉3996听起来无够澎湃，无够大啊，我改倒贴整数，用同向。无咱甲台北101批乱预算宾馆，安尼咱就刷就好难啦。好啊，这海华线的刷位你通看到海华线就是咱河流冲出来冰结温甲海涌带走的这冰结温两个有平平你若平平海华线就袂当。倒变过来，你若河流冲来物件较多。这海华线就我海遐线过，咱就海土新增地。若倒变，河流冲来较少，咱海华线后退，岸线就退缩。啥物情形会冲来较多？冲来变多是啥物情形？什么时候冲起来变多？然后山上土石流水土保持不好的时候就是冲下来就变多了，结果海土新增力说生成，海边的很高兴，山上的很倒霉了。上面有人冲来变少，冲来变少的时就是你系统乌沙石，通常盗采无遐大规模较常见的是你如果伫咧河流、伫咧溪南沙坝、伫咧乌水库建这种东西的时候，你的土石下来会变较少，这个海华船会后退。所以一个来留个平衡，你沉积量大于半运量的时阵，你的海华船就往陆地退缩；你沉积量小于半运量的时阵，这海华船就会往前进。所以这些海体，我们如果到台南玩的时候，那什么安平古堡什么，以前都在海边的另外这卖拢离海外远以前安平古堡是在守海防的那就是在对着海的炮台跟那个炮台，你进台那炮台，你管你炮对着，那靠哪看得到海都是陆地的，这个海岸线出去。好，来，你看公安讲。